好，来乡亲啊，继续来看这个民进党立法院党团的总调郭建明接受咱华视节目的专访，来讲国会变局。郭建明讲，民众党所提出的国会改革的方案，其实伊早就咧做咯。郭建明嘛向郭文铁来发声，讲国会龙头若是个人选个人的，安尼就是来保送着韩国瑜。郭建明讲，球落伫个民众党的手头，爱郭文铁想好清楚。他第一个出手的时候是一个败相一诺。民进党立院总调郭建明上华视节目专访，讲蔡英文后时代的国会变局。跳闸和听证制度是两个不一样的，包括国会的改革是怎样，宪政的秩序应该是怎样，这是规头的，所以他这个语言不详。民众党顶礼拜提出的4项国会改革方案，强调国会改革早就咧做，认为新国会民众党的八色不分区，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搁较呛声，认为民众党提出的改革法案根本画唔着线。116是看有没有私人的问题，是不是用其他条件来绑他？有几个人当院长，你先答应我，你要国会改革。有人讲啊，这国会改革说法案我能够提吗？所以这种花多少钱嘛？搁点名郭文铁空中呛声。各党投自己的话，你是不是保送韩国瑜？我不会跟你改拜托啦。好，你改想看卖，这个球是在民众党身上。好，那郭文铁伫咧选举期间讲新潮流无倒，台湾袂好，郭建明嘛有话要讲。这是也我讲啊，你学会话，那些选举的术语嘛，彼此之间有竞合，但是合作一面一定要大。我才拿这个欧美会让开回去。至少这一部分我们还是有节制的。政坛3分天下，国会改革之路，今仔日暗时11点看华视《吕氏战国 battle》，专访民进党立院总调郭建明。Hello， 我是雷亚，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